近呢有一個家長呢就同我哋講就話發覺另外間機構俾咗一啲貨不對版嘅升學俾佢，咁邊個機構就當然唔好講啦，係咪先？咁首先啦，去升學讀書，咁你響嗰個機構想申請東呢間學校或者學院，咁最後俾西嘅嗰間你，咁唔通真係東家唔讀讀西家咩？係咪？咁所以呢，我都想同啲同學仔講就係話其實香港呢有個海外升學嘅專業協會啊，咁個協會入邊呢有好多會員，咁其實啲同學仔可以揾翻呢個協會一啲合資格嘅會員啦。咁點解？因為好多原因就係話第一樣嘢就係個會員或者個會入邊係有好對所有會員有一啲作業嘅守則啦，同埋要指導佢哋一定要跟住啲守則去做，當中都好水蛇春咁長，包括一啲專業嘅準則啦，同埋操守啦，同埋學生之間嘅關係啦，同埋與政府之間嘅關係啦，教育機構嘅關係啦，同埋廣告點樣宣傳咁各樣嘢，咁都係啦。咁同學仔當然要揾一啲比較係有專業水準嘅機構，咁先至可以為到佢哋嘅升學做更好嘅人生抉擇嘅。咁就唔係話東家唔讀就讀西家咁樣咯。